一出羅湖就見到呢間新開嘅東港城，唔係香港嗰個東港城啊，佢係深圳嘅美食水匯，全新豪華裝修，行新中式原木風，設有獨立嘅恆溫浴池，仲有乾蒸桑拿房俾你排毒排汗，沖好個靚涼就可以上2樓啦。有夾公仔機同街機，舒適休息區。仲有各式各樣嘅自助水果同飲品，可以邊玩邊食邊飲，都幾 relax 啊！嚟到大堂中央休息區，第一杯手作特飲係免費嘅，睇住電影按腳都咪話唔嘆啊！有足底按摩、按腳、按頭、按肩頸、坐椅都有噶。之後當然係要填飽肚肚啦，去食宵夜先。套票係包埋宵夜同早餐時段，好多款美食，食飽就可以再玩過啦。去打下桌球又得，去艾草鹽蒸房又得，去蟲洞打返鋪機都得啊！得咗，玩到攰咪去太空艙瞓覺咯。啊，順帶一提，呢度有大中細套房，設有 KTV 設備，下次你都幫媽定嚟玩啦。